死掉了。西西对他说：“哈，你死了。”讲完了吗？再讲一个吗？两只蜜蜂很相爱，可是为什么那只母的蜜蜂要嫁给蜘蛛？有2个答案。他是说为什么母的要嫁给蜘蛛？那答案是，答对了可以吃蛋糕。第一个答案是，那只母的蜜蜂爱上我。蜘蛛网的我。上了。第2个答案是，那只蜘蛛叫做，那只公的蜜蜂叫做蜘蛛。那我觉得你还是唱爱爱爱。哦，他说还有。大树跟小树差在哪里？插在土里。是吗？对。可是你上次有答对别题啊。蜘蛛的我答对。几乎答对了。对，上次啊。所以你是新的哦。那还可以吃蛋糕。树是公的还是母的？这个树是公的。公布答案。你们要不要吃蛋糕？公的，因为它有小鸟。那电线杆也是公的吗？那是电线哦。好了。等一下。还有啊。很久，你到底要吃几个蛋糕啊？韩国是公的还是母的？母的。为什么？生蚂蚁啊。对。好。还有。怎么样把大象关进冰箱？是吗？把冰箱打开后塞进去的。把长颈鹿拿出来。对。就是他拿长颈鹿出来了。不对。第2个。哎呦，很久哎。怎样把那个长颈鹿放到冰箱里？这样吗？大象拿出来再放进去。对啊，把大象拿出来。等一下，万兽之王就是举行一个派对，然后只有所有动物都有来了，然后只有长颈鹿没来，为什么？对。好了，谢
谢谢你。可以帮我们分蛋糕吗？先去拿去吧台切好不好？谢谢你哈。